前晚師傅點算講迷信，嘉賓吳若希，佢自認好迷信，每次搬屋都揾風水師傅，租樓買樓都要跟住行運坐向。節目入面 ，Jenny 問點樣可以加強同老公何少雄嘅溝通，舉例話叫老公做嘢，佢口話 OK， 轉頭就唔記得，隔3星期都未做，火笑指佢代表全港人妻發問。Jenny 話所有老公都係咁，塔羅斯攞泳開牌，顯示 Jenny 中意話事兼旺夫，老公自信心唔及老婆，要俾佢鞭策先做嘢，而老公嘅牌代表佢知道聽老婆話就會發達。Jenny 話老公近排做決定都會問佢意見。另外，3架道長趙家寶話耳仔軟就係一種迷信樣，耳形唔突出，顴骨被量低嘅人易受人影響。佢補充 Jenny 屬傷官過旺，反傳統又迷信。試真啲最後5集，今晚第12集，朱文翰同曾展望 GM 去梅州湯坑鎮體驗湯泉之鄉，佢哋先去自明朝開業嘅溫泉老店，雖然客多但網評得3點幾，有客話有尿味，仲見過人洗衫洗鞋，水面有垃圾。豬仔讀評語笑到面紅又走音，但都照樣文水測試，好專業。之後去2025年新落成嘅靚莊溫泉酒店，有私人溫泉。2個大男人肉白相見勁尷尬，豬仔紅住面話第一次浸住睇日落 ，GM 突然話你隻大髀有啲埋，嚇到豬仔狂講對唔住，場面爆笑。之後會合美儀姐試古怪美食，包括木棉花宴同雪糕壽司，有冰淇淋蒜香三文魚及鵝肝壽司等。豬仔食到藥水味鵝肝同生蒜壽司，忍唔住問美儀姐有冇主持拍緊走咗去，話最憎又鹹又甜。美儀姐心痛叫佢吐出嚟。GM 發現雪糕擺極唔用，一齊查真相。最後仲有彩蛋，幕後整蠱瞓着嘅 GM， 過程好小學雞，被酸醒嘅 GM 勁好笑，唔好錯過。